为了防治天狗日，市府防治中心只要发现确诊的病例，就马上进行加惠化学喷药防治。到目前总共进行125场，动用7000人次。另外，主成员加积水容器的清除，嘛超过2万人次以上。为了对抗天狗日，市府嘛加强各场甲的稽查。我们总共知青的家户呢是95000户哦。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特别关注啊，在民众常常去的地方，最多的是什么地方啊？市场啊。好，所以我们也针对东区、仁德我们市区的几个大的市场总共有17个市场，我们都有去跟市场的管理委员会去做定期的知青这个裁剪那也去做宣导。列管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当然还有一个很让我们比较头痛的地方，就是那个工地了建筑中的这个工地呢，因为没有完工所以会有一些堆置一些的帮模啦这个建材啦还有一些的废弃物。那再加上一点点积水很容易就会有这个病媒蚊滋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查到相当多的工地都有阳性的病媒蚊，也发现到了相当多的这个病人我们的确诊的个案呢，是因为在工地工作。所以这个是要跨局处，要谁来？我们包含了我们的公务局会出面去做管理我们的环保局会去出面做稽查跟消毒那我们卫生局会去追踪相关的这个接触者来扩大裁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扩大的这个情形。除了主成员的清除加化学防治，另外在稽查方面，虽然疾病管制署副署长罗义军建议，市府应该来加强开发。对此，卫生局嘛表示，一切依照裁罚的程序，只要有详细证据，卫生局一定会开举发单。举发单的视同裁罚，希望唤起民众的警觉和注意。开罚我们对于登革热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那环保局的部分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那如果违反相关的规定，有疫情的期间的话，是会处罚的那卫生局的话是3000到15000这个其实蛮重的了那这个裁罚有相关的一个程序包含了你必须要有很详细的举证的照片人事时地物这些要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呢，要有给当事人说明的机会。那当然我们碰到很多这个裁罚的案件呢，这个刚好没有人在家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呢，或者是场所它的产权呢本身归属也是有一些争议的。那这些我们都要厘清之后才会完成这个裁罚书。但是基本上我们都会先做成这个举发单了那这个举发单就视同是裁罚这个是一定会变成裁罚书的中央呢一直很关注希望我们多裁罚了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意，但是呢，我们是希望一起来唤起这个民众的警觉跟注意的另外，针对国外目前有研发天狗日的疫苗，而且进行小规模的试用，卫生局长苏世比嘛表示，因为天狗日有无同的血清型，无同型有较严重的反应，这是目前对疫苗的疑虑。但如果安全有效，伊相信卫生福利部嘛将乐观其成。希望以后会用免除天狗日的危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